雙胞胎同樣嘅年齡，幾乎100%相同嘅 DNA， 點解皮膚唔會以同一樣嘅方式衰老呢？因為衰老唔單止取決於 DNA， 仲會受到我哋每一日生活方式嘅影響。隨住年齡增長，膠原蛋白會自然流失，令皮膚嘅外觀同觸感產生變化。呢啲變化唔會一夜之間出現，而係隨住時間同我哋嘅生活方式慢慢累積而成。呢個就係點解衰老會令人感到挑戰同不安，尤其係當佢開始變得明顯嘅時候。但如果我哋可以掌握主動由內到外呵護肌膚呢？隆重推出全新 Belix Collagen Plus， 款突破性嘅膠原蛋白配方，採用專利同先進嘅成分，由內到外發揮作用。採用獨家酶技術專利，我哋嘅膠原蛋白三肽分子特別細小，更快吸收，14日就可以見到效果。膠原蛋白三肽喺多方面嘅表現都比膠原蛋白勝肽更出色，分子更細，生物利用率更高，而且三肽含量更高，帶來更卓越嘅效果。採用專利黑果越骨萃取物，經發酵處理後，花青素含量提升3倍，原花青素含量提升13倍。佢可以促進健康循環，令肌膚煥發活力。橄欖同甘草提取物有助調節黑色素生成，舒緩因荷爾蒙變化、壓力同衰老引起嘅炎症，可減少色斑高達5倍，並幫助修復因攝取過量糖分所造成嘅肌膚損傷。血橙提取物有助保護肌膚，減少外來紫外線帶嚟嘅傷害，減少泛紅，預防曬到出斑同暗沉，仲可以保持皮膚穩定。採用小麥提取物專利植物神經酰胺，強化肌膚天然屏障，鎖緊水分，令皮膚光滑。一個簡單嘅每日習慣，專為由內到外呵護青春肌膚而設。根據用家調查結果顯示，皮膚喺水潤度、光澤度、彈性、柔軟度同埋色素沉澱方面都有明顯改善。無論你喺咩年齡或者人生階段，皮膚都值得保持最佳狀態，緊緻有彈性，透亮無瑕，隨時睇得到，光滑透亮。Belix Collagen Plus 青春美肌，由內綻放。